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民主，歡迎收看《高高講客會》。又到了民主，我來教大家做料理嘅時間咧。你都聽人做麼？你有學會麼啊？今日民主我來教大家係怪事狗肉片盤咯。你有準備嘅食材有怪事狗肉青米盤。 兩下按先來白肉，用兩個酸甜米哦。煸香在客家人料理當中是很重要的，讓它味道先跑出來。現在先把這個絞肉放進去哦。這個呢，其實我用的就是3層肉，所以呢，基本上不用再加油下去，只要用它自己的豬肉本身的自體油脂來去。 弄出它的油分就好，因為現在大家吃的比較健康，所以我就不再額外加油嘍。兩下撈拐絲變落去了。現在我們就把最後面的調色醬油把它放下去。 兩就係啱嘅怪事狗肉片盤，怪事狗肉凍茶盤哦，來唱大家食看啊！可以大口吃沒有關係。好吃嗎？好吃，好吃哦，香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我們客家話會講這個怪事狗肉凍茶盤，就是這個紫蘇絞肉很下飯，凍茶盤就是很下飯的意思。好吃嗎？好吃。 耶，成功了！跟大家說讚一下好不好？讚！好吃。Hello， 各位朋友們，今天做的料理你喜歡吃嗎？在這邊明珠帶大家一起來複習一下嘍。來看到第一個，我們學的就是紫蘇、拐絲、拐絲。第二個就是白飯、搶米盤、搶米盤。第三個，我們一起來學一整句話哦。 紫蘇絞肉很下飯，拐絲狗肉凍茶盤，拐絲狗肉凍茶盤。大家都有學會了嗎？我們下一次再一起來學做料理嘍，拜拜。